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模范收看福起来，係阿明哥劉浩明。今日福起來有請到一個特別的來賓，一位來賓咯，以從人我參加我哋客家文化，同時嘛點束縛我哋客家文化，還有我哋語言。喺2019年嘅時節，以即個去試飛去到我哋馬來西亞，來去做一個田野調查。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，我哋呢陳志寧校長嚟個現場。志寧校長好，主持人好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陳志寧校長，也係灣灣國小退休嘅校長。校長今日歡迎來到我哋現場，因為其實我請校長冇簡單，規模行。校長唔單止同時係一個教育工作者啦，好嘛，做過廣播，我做過出版。係。我先問一下，廣播出版一件事情係退休後能做嘅，還是講一直都要得做啊？我退休以前我都因為做客家學語教育嘛，都我即個寫有啲嘅故事書啦，或者散文詩版嚟做補充嘅教材。做嘅過後，我哋退休以前，我都同國小所有嘅兩位嘅課本，比如講國語數學、自然、社會一條，藝術、體育所有嘅課本各種版本咧。一開到小時嘅高雄屏東也係大嘅行業先生，希望地方人士、希望老人家熟悉，隨嚟將佢翻做合法。反嚟過後教育部看到講，個既然都翻得出來咪嚇，係咪來變合法版嘅課本？比如講數學課本都用合法版嘅，本先生做得用合法教數學呢。編嘅過後，變成嘅我退休前我都去編一啲課本，編嘅過後我都還好編到一半啦，我就退休。退休過後變成到出版社又發現一個問題，要點下啲做一個事情，就講各種嘅客話嚇，各種客語課本冇人編，係咪佢我要做得要簽到先生，向下來編課本，我都接一個案咧，都接嘅都請先生來編咩？編咧變成講講客天台嗰邊，除下編課本嘅時候會發現幾多客話嘅詞彙嚇，幾傳統嘅，冇人去講，唔點樣傳下去，我都自己做 podcast， 做 podcast 做嘅天台都明講，係咪佢編嘅做節目地步，每幫我做啲快裝嘅節目。同一個客話嘅內容講入去，講到面下都演變嚟講，人哋嗰種有時啊，再同嘅客話嘅再拿出嚟講嘅個專門是講入門一些呢，嗰種經驗下都啲講客天台都變成講要每禮拜一啲快裝嘅節目，能夠有兩個 podcast 呢。咁等於都講，其實都等於講，也要重心還是一個客家話同客家文化啦，哈，算是一個重心點。但是都跨界，好多一塊是本來教育工作嘛，然後編書，好編的對社會學嘅編到初中嘅，哈，然後更加因為內容嘅關係，後來開始做廣播。但是因為其實跨界一件事情就講，內容可能對你嚟講係專上嘅。但是目前用嘅，譬如講錄音，用嘅使用錄音，然後又好以後要有的要去調整，然後後來去送去天台地方。咁從一本嘅技術上面嘅一種改進，都變成講，你都明白到這個學習係咪？係啊，因為我本身我帶係功課嘅學，我本身係學功課，還是講讀大學嘅時候係我係學工業教育，都要受到教育學分，能有法度去教書咩？但係我係大半係功課，嗰種我對高中3年、高職3年嘅時間，其實高3嘅時候都開始學天路一條操作啊嚇，到下後去教書嘅時間，我係負責學校嘅所有嘅天路嘅實批，嗰種一條軟體方面對我嚟講，算很做得啦。嗰陣咧，我哋講個理科男啦，雖然我係高中，但是唔係文科男，係理科男。但是廣東人嘅一開始一啲想法都講。先生，這個侬對認為客家話冇客家文化一件事情按一種咯。因為其實我都從細都啲
学长迄多胎嘛吼，阿公阿婆，我阿公我阿婆拄到胎，我到国小毕业以前，我都唔是接触到外语歌，英文嘛个唱tan歌是班日文，但是我都卡有啲传统都。唔知做乜阿公阿婆一定講留日本話，嗰時伊哋唔會教我，但係都教我客話嘛，都用客話，但係我嘅成法會去潮州，哦，因為都卡都隨時都潮州狀態咪嚇，佢嘅都變成個愛去屯潮州人，啊潮州嘅潮州人其實也咪好多年啦，都大家人都用強嘅好多話去交談，啊機會咪下托國中托高中嗰時都。高中啊，都睇高雄都先生都有一般係用河洛話嚟教學，啊，都嚟聽啲學啊，因為講做乜嘅一定成法仲好，可以按堅持去講河洛話，啊，個下鄉嚟教書嘅時節，有許多原住民嘅素材教書，啊，都發現講其實一定嘅語言嚇消失得個夾，因為我從細我都會聽我爸爸去山東做事啊，佢喺我講談嘅時。一定嘅放鬆，村莊會放鬆講，帶10元，帶10元你講帶400元錢去村辦公室，做嘛？因為要接電話，特別打電話要錢嘛，嗬。人類而家接電，但係中間一講嘛，佢完全談唔上。下鄉我去教書嘅時候發現，講嘅人講原住民嘅話言，實變改少冇大件，但係一定有一批先生。如果注重自家文化同語言，一定都見小啲在啲辦佢啦，啊效果也真好，啊都看到就安尼，佢也一定都按用心，一定都會消失喺民族嘅，一定按用心聽自家語言嘅，嗰種話都要拄好有安尼機會啦，都講可以做得專心嚟做客家嘅行業同教育嘅事情，啊都跳下去啦。咁你幾時係要觀察到講，譬如講。唔能已經係學校生嘅，一屆比一屆就嗰時會講客話。因為我本身都係女僕嘛，女僕昨天也2間小學教書，嗰時都發現細人嚟曉得佢將個閒時呢講客話嗰啲情況變得佢少，啊但係有啲嘅讀書成績講冇咁好嘅。伊講嘅客話都鬼爭啊！明個起碼係要叫嘛，我都開始佢後尾啲做田規小時節，都開始變自家，佢都好有嘅開始有所謂鄉土語言，有自家本土語言教佢哋上課嘅時間，啊佢下冇教材，冇一天嘅教材，啊學校都拜託我變，啊都對族田鄉開始去熟悉，開始變出來，啊發現效果。限做得啊！細人嚟讀起來、學起來，第二講喺學校上課時，人哋限識講客話會俾人發錢。啊，日下做得講嘅句順溜，啊同細人講啊，環境鼓勵人哋啊，都唔會有啲一方面應該做得來用心來推廣啊。係啊，實在是時態改變了，因為其實高中那個時間唔係晚些時間講客話，我俾你掛橋牌，唔記得冇？我也玩過。其實我算是最迷下啦，因為等於我記得我6年生喺度，5、6年生喺度冇嘅，就等於講喺入邊政策裏邊算是最迷下。但是我自家會有啲感覺到講，其實我也想有啲會學，有啲會國中時當我們女僕國中嘛，所以他們也係講客話。但是後來發現國中有啲會同學考去。譬如講高雄中學，有啲考去台南，古代一定都唔講客嘅。係我會有啲觀察，如果我感覺到講，嗰種睇嗰邊睇教育好，睇教育好，我感覺到講講客嗰件事情嗰種會下面子。你哋古代同人講法都開始講方言，但是一定完全談嘅是客，都講埋啱嘅。係嗰時，其實我都發現到，其實真正係一推，你都發現到講，對客話嗰件事情已經。尤其係去開始去讀書，去做事以後，一方面用嘅少，一方面我感覺到講，睇嗰邊講客話，佢想係佢怪嘅事情，你都慢慢都冇睇講。我記下啲高雄讀書嘅時候咩呢？都講，我哋辦行有記嘅行業，我哋時代下都講客話，但係辦行大部分學都係好容易嘛，一定都因為講我哋啲講一定啲廢話，都反正都會導師嗰種
下鄉我哋咪學河洛話咪吼，嗰種係河洛話，又要靠個中國去，咪係對高雄學嘅啊。但係一種武器，天天嘅都要化解啦。係啊，冇錯，係其實睇緊嘢是講係談唔實啦，冇講唔直接講人哋發嗰種唔錯嘅事情。如想講啊，而家談唔實，你哋講人哋壞話，你叫人哋講人哋壞話。佢廣東人哋見面嘅重點都講，唔記得2019年嘅時節，做乜嘅會去上海去馬來西亞去做一啲田野調查？其實講到講做冇去馬來西亞，係因為前1年我哋去銀鄉田調，幾擺都會各懷鬼胎。每個人想一個調查，我想調查公網。去會發現，嗰度事情同人哋咩都冇共樣。過去2019嗰時，一定要講愛去馬來西亞，冇愛講愛田喎。咪講好話咩地啊？本要共樣各懷鬼胎，都去嘅都各人看各人嘅，但係我發現冇愛嘅東西。一開頭因為係去馬來亞，馬來亞冇愛看啲公網，愛研究啲公網，但係伊哋研究啲三山國網，但係我咪講去都去嘅嘛，係發現啲三山國網咩地步，同咱哋台灣同銀鄉嘅內容咩冇乜嘅共樣。嗰個而可以三山國網啊，我都看愛寫節啦，嚇，比如講三山國網咩地步，遇到要拜閻羅王，咱哋人生可以看得活着見閻王，係嘛？都可以哋咧，都係人拜乜嘅神。其實地位嗰度係無共樣嘅，都初信個對三山國王一個信仰嚇，都台灣個銀鄉個馬來亞都等係無共樣，都經過幾擺田調過後，都對馬來亞嗰片嘅客家人真有興趣。故說2019年我哋智能高中睇馬來西亞都係看到馬路，休息下個節目我等佢講。翻過來福起來嘅，所以就冇來自我哋屏東嘅智能高中同你分享講，而做乜嘅2019年我預啲自費嘅去馬來西亞嘅田野調查。我早想問一下，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先講一下講，譬如講今日馬來西亞嚟講嘅話，體育學業分布定係部分啊？其實聽馬來亞嚇，馬來西亞有啲國家地位，華人咧分布冇個平均，唔像馬來亞嗰片都人過少。但係喺啲東馬、沙巴、沙拉瓦也係盤，華人佔嘅70%，佔嘅70%地位大部分係客人。嗰種啲沙巴一個所在，甚至沙拉瓦一個所在，伊哋咧交通觀光鋪裝係好多人，而咩同人哋講下法，我哋去交流嗰時，而咩接待我哋咩同人哋講下法，我哋每個唔知咁咩好多人啊，伊講。我不講啊，因為客人過多啊，係嗰種而咩學難人嘅學法，但係其實喺東馬一定嗰冇族群嘅嘅衝突，唔可以講因為客人同好多人，又喺馬來人後有乜嘅衝突啊？但係啲西馬都華人都看起來講弱勢啊，係一個甘肅嘅都冇共樣，又係啲馬來西亞人看到嘅情況。咁中途都要講到講，譬如講沙巴同沙拉瓦嘅部分啊，一定要好多人同客人嘛。而且好多人係講，我哋講個福建人係咪？一定嗰片所謂好多人都係福建人，一定都係講，一定其實福建人咩有分啊？人哋反而講閩南人同閩東都福族，一定嗰片大部分都係閩南都全族同藏族嗰片，係一部分嘅人啊。咁一定嗰片咧客人咧，譬如講花仙咯，譬如講我哋一邊要四海大平安嘛，嗬。咁一定嗰邊係講嘅係用嚟翻。唔像啲沙拉瓦大部分講嘅係太埔，喺冇都太埔啦，嚇，喺冇都西安，喺冇都河婆，河婆見到去了嗰小塘度，大部分河婆客嗰普遍，喺啲沙巴咩係都河婆同人哋嘅太埔。西安係等於你講，睇嘅地方雖然講有嘢嘅強調，但是其實佢嘅嘢
迄讲法，迄讲得通诶。讲得通。每谈唔多说的人人都将慈悲，形容无穷样。比如讲，咱人可能落雨天的时节，咱人要讲业人咩？伊人都讲佛萨。佛萨。咱人讲怪嘅，咱人讲怪嘅，伊都讲路怪。像脚台唔啊，伊人都讲水唔，喺无都讲，伊人要讲台唔安尼。重要部分呢，伊的差异都係喺因為講伊人當初對中國西過去嘅帶過去嘅方式，都同人哋台灣咧已經無共樣啊，還是講伊人落地到幾片以後，可能係參考到伊人當地嘅其他種族嘅話改變嘅咯。其實一種語言嘅差別嚇，有兩種語言都有。一種都講本身體大陸人向嘅時候都無共樣嘅。嗱我都許多嘅伊人會。第個一定啥咩太強調會去同咩？其實咱哋台灣嘅客話唔講西安啊，有咩係有一些係冇強樣係咪啊？但一天會經過100年來，一天會同當天天嚟會去，應該會造戰啊。冇錯。嗰種也啲當然冇事去講，唔係嘅人造成，但係咱哋最後都講係有機會。同一塊嘅詞彙熟悉起來，都變人哋客話嘅內容，也係最好嘅方式啦。係，嗰種嘅辦法，你即係去咪到馬來西亞以後，你即係去，也不係2019年幾擺去看乜嘅？2019年幾擺主要係去看三山國王廟，因為頭先我都講係咪啊？本身係去看公王，看啲妖魔啊，結果去嘅發現冇，都搶三山國王。嗱我哋主要都講，我想看伊哋咧。客家公會嘅嘅組織，到底也種嘅組織嚇，喺啲當地有一體嘅勢力可以做得有法度保持一定多見一下，我100年，唔好講100年，都100個年來，由馬來亞按強烈嘅去提定，嚟講打壓一定，係可以保存下來咱哋嘅文化啲嘢，到底係乜嘅力量？嚟講透過去認識一定嘅公會。去了解人家樣嘅作用去保存，也係危許多嘅以後咩講簽到公王都看客家嘅公會。咁後來這個實體去觀察以後，第一我哋先講三山國王廟嘅部分啦嗬。你這個有乜嘅新嘅發現冇？其實三山國王廟，我本身我從細我都認為講三山國王廟唔係咱哋客家人嘅神，因為我一直都認為公王但係。咱哋客家人信呢，嗰種所謂強烈嘅階級嘅嘅神嘅嘅神啦嚇。但係許多嘅發現，伊哋也係用三山國王嘅強烈嘅鄉親嘅感情，也係幾好嘅事情啦。主要都講，而家嘅三山國王廟，有人可以支持到咱哋嘅客家嘅一個公會安尼組織。第講魚幫水幫魚安尼情況嘅話，也係個真好嘅。而哋呢安尼廟唔會像咱哋台灣，會有乜嘅個奇怪橋板啊，會有乜嘅嘅個奇怪，你講辦後生意，以為別人講會上打啊，做乜嘅呢？而哋都真是係用神廟來保存咱哋嘅文化下來。喺當地也要信仰喺本客家人個啊能夠普遍接受的一個信仰。我聽見嘅問題嚟講，好多時啊有講到講，也要三山國王廟同公會嘅一個連接係樣。而主要一個三山國王嚇，我提嘅就係有提示嘛，會保存得安好，係因為我看法嚟講，伊本上都係大部分都幾片係大部分都偏向潮州人嘛。係啊。也所謂潮州唔係見一下嘅潮州，喺台灣戰潮時代潮州府也係啲反圍嘅人，而帶過去嘅。許多嘅有神當然人人呢心靈方面都有好寄託嘛嚇。寄託嚟每個來嘅人，而比如講人哋客人，伊都客神啲。比如講我顯人來嘅客家人啊，我都神啲顯人客家公會。我喺梅族來嘅，我都成立梅族客家公會。一個公會唔係錢嚟的，有時都對廟學嘛，連幾乎會幫搶要錢，而哋佢共黨，冇搶人哋呢批都100，
咱年摆去都没有放到100嘛吼，伊连无伊连过讲到100向3万元马币哦，啊马来西亚钱，台币的无听错都68，哦，按样的台盾，唔可能你心意，也一听就好有利润嘛，但係一定唔會囤一啲錢，拿嚟講，同一道路去爭咩，打算買個攀買個發通都地發，一路拿嚟做嘛，一路拿嚟支持咱哋嘅鄉親，比如講對態度人，對態度高嚟講，無奈何落腳嘅人，一路提供又好食又好吃，但係要安排工作不一樣，一路聽數做，啊個另外嘅甚至以為去有收入，有賺到有省到嘅錢，一路拿嚟支持華文嘅教育。嗰時你馬來西亞，咱哋去嘅後會發現嗰度華語嘅學校、華文學校，對小學都太好了。嘅錢對嚟，其實都對，當然鄉親揀嘅錢也係啦。廟方嘅事業也係，嗰時一定要廟方嘅廟公啊主持人啊，係退休嘅教授。嗰時嘅談方嚟嘅公費同埋人當初台灣，譬如講我哋陸隊來講，嗰時談到個喪費其實係無強嘅組織嗬。無強樣啊，喪費所謂咱哋陸隊所謂喪費，大部分係強鄉人。比如講係鄉鎮，如陳福爽，啊我也陳福爽，我有田橋，啊事業嘅有賺到嘅錢。哦，我留下來一個喪，即係講工喪嘅經費，我都來救治喪行嘅人，個苦嘅，或者來本一啲有才情去讀書嘅人俾去讀書，係冇乜個強樣。而像我哋去到馬來西亞，啊記得地鐵站嗬，冇同人聯絡個，唔第一個一定咧沒有下班嘅時間，啊我多嘅都。伊都同一兩現場嘅嫌幾耐啊，都幫我哋參觀啊，嗬，啊同我哋交流過後，冇我哋講家住下來到呀，安排時也有安排嘛，我唔知啊，都來到呀都唔識，某個地方都唔識啦，一定咩安排我哋去食飯，一定請，唔想唔識。對，佢特別啦吼，因為我感覺到講，其實伊個體算是唔算反映太重嘅一個國家地位啦吼。但係我看到其實按照客家鄉親，伊呢還是個拜我哋共樣拜一神吼，神神國王吼，然後講我哋共樣嘅法師，同時嘛係有安尼公費吼，同我哋雙費嘅一啲安尼雷同嘅一個性質嘅事情。可是去到嗰邊，我感覺到講，嗰種人伊就做乜按堅持過伊啲行業嘅身份。我主要發現一點係因為最初下去到馬來西亞嗰條路程比，咱哋咧一條主線片嘅人嗬，因為一定過苦，甚至如果本人買過去嘅，一定哋嘅落腳過後呢，你發現。自己有能力咧，要本人鄉嘅人進來，嗰時候一定要賺到錢嘅人，一定都囤一條錢嗬，集中起來去買嘅，最起碼買嘅，他個人有蔬菜好係咩？如果係咧，天天人進來見到，有啲物價有切價嘅，有財條都靠本人去做店面，本人做生意，一定都你講錢都進來見到，一定都知一個鑊山之後以後都見，都係天天嚟囤一啲文化，嚟反映啲東西保存下來。冇聽錯一定要見個廠，一定要讀到廠嚟共樣問題咯。香港人客話唔多曉講，但係文化最起碼要保留下來。嗰時我睇下一篇啊，我發現到講，其實反映喺幾多國家地位，如果慢慢嚟去保存自己文化，存自己嘅生活嘅習慣。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哋買嗰度古精彩故事。翻過來復起來嘅。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嘅智能高中，同你分享講，佢哋2019年去馬來西亞田野調查，而發現到嘅事情。我就想問下高中，因為頭都已經有講到講，譬如講佢哋神山國王廟啦，還有啲公費嘅事情嘛。但是我意思佢想問你講，幾片嘅客化嘅，按個普遍嘅程度來講嘅話，
你这个感觉到讲，广东人我讲客话嘛，还是像我哋台湾人讲，意思一类一年轻嘅人其实已经唔好讲客话呀。其实听马来西亚无像台湾的，台湾迄福教爱教，伊连嗰边係金子教。一开始係金子教，你屯台咱哋台灣強用嘛，因為咧你主要你推廣馬來話、馬來文啊，啊今年吼又個用一些，你個表送一些，福教地位做得教客家嘅文化，但係文化對語言強下，嗰所以連今日下你講用公費嘅力量，像我哋公費地位利用家己嘅時節，你嚟很少人來。當然，你像咱哋今日下怪些人來，一開始你先用嘛，你要教你要說，順手都教客話呢，一定今日要用安尼方式，來係咩嘅後生朋友、後生嘅客家嘅肢體，好，你歸來公費，因為你公費係真是有當建築，有教室，嗰時一定可以提起辦法通，提起上課。啊，你問題你講，一定嘅後生人來吼，一定。無固定嘅線上，而且無像咱哋台灣有訓練，有學位費，經過考試，經過教育部訓練，吼啊又級級嘅人去本學校招考，而且無安尼制度，嗰種都變成講萬人想去教，萬人曉得教，你萬人去教，萬人想去學，你萬人去學，差啲啊。咁呢話會變成講，有可能講無腔嘅先生教飲頭，我講無腔嘅先生伊來自無腔嘅村莊，伊教嘅內容可能會有差別嘛？你會發現唔像時嘛，最北邊你霹靂族，好怡保嗰片，對最南邊嘅新山，兩片啲教客話，強樣嘅東西寫出來無強樣。但係講嘅法律唔強樣哦，伊只個寫嘅，無強樣嘅先生，伊都面到馬個詩，伊面到馬個漢詩，伊都只個用馬個漢詩，伊冇一天嘅표現嘛，冇音標佢嚟寫，伊都面到我面到馬個詩，嗰種我哋去讀嘅時候，都變成講佢明講伊本來想我講馬個詩，係冇唔錯，都變成咗冇統一，冇像咱哋台灣有統一嘅師團教材。有部分都想講，假如人提供人而家台灣嚟講，譬如講人客話來講嘅話，人已經推行到講，雖然講人有四海太平咯，人這個四海太平嘛有這個發言嘅音標，然後同時人而家開始嘛推行業嘅用詞嘛，伊哋提供台灣咧，伊哋行業嘅一種推廣嘅長處嘛。伊哋有帶教材過去分享，甚至我哋沒有帶 AI 嘅東西過去分享俾人，比如講我哋論課本帶去。啊，地位都有，像我哋即個編嘅課本啊，個學位費嘅認證教材，我哋都帶去。啊，學位費嘅認證教材地位當然亦都有嘅，嘅USB 地位有，可以嘛。啊，我哋都冇嘛，我哋都可以掃嘅 QR code，所以都連都可以發現可以睇。人都因為講，也係啲幾好嘅教材，幾完整嘅教材，一定需要用。但係你遇到嘅問題都講。地位淺度，比如講河河客，音標都同人都冇共樣啊，喺人都要滿要基嘅公費啦，都要滿嗌人講，要法土地改做一定當地嘅冇，當地嘅，比如講河婆啦，啊太浦當然人哋要太浦強嘅係，如果河婆，有啲人談啦，喺人主要嘛講，有一兩個公費，都甚至都講。咁係咩？伊哋派先生來訓練，訓練係貴起啊！伊哋都有嘅種子員咧嚇，都有種子老師啊，做得帶貴起，再去教人哋後生人，再去訓練人哋先生。嗰個長期以來嘅話，伊哋嗰邊等於講，伊哋客家嘅教育嘅文化地方都冇伊哋固定嘅課本咗。伊哋冇，伊哋禁止。教客話嘛，嗰所以一定唔可以有標準嘅東西，也就教客話嘅教材也就目前係公費嘅人去編搶先生，啊是我哋對台灣帶去帶課本去分享，我哋一個公費人去發，一定看到佢哋教材，甚至我要出嘅行業認證嘅參考書，一定看到一定原來客話可以
有法度安尼去教。一团一团，然后有认真，吼，一团一团一改团有认真安尼方式。但是因为我哋咧教材地方有几多迄算是我哋台湾本地嘅一个用法嘛，可能饮条可能比如讲太普啦、西安啦，吼，那可能一定还可以用，但是可能内容的部分，一定还是要做一些调整。啲调整其实就吼，係幾簡，我認為幾簡單，因為你喺度你人來對如好，你講對應嘛，你像人哋變教材，變西安你咪可以翻做太普，咪可以翻做海條中央嘅意思。但係我都認為講，也得人哋喺有心去做，有心去提連接起來嘅話，可能速度會更加一些。因為香港同廣東嗰邊沒有客人啊，而哋嗰邊更加都利用網絡線上開課，必定隨時可以去上堂。但係當然，冇聽咗有個大面會明講，台灣嗰種沒有啲線上嘅課程，但係啱樣嘅也好，人哋係冇對定嗰邊強烈咧去連接嘅話，可能一定慢啲一個人哋一邊有安尼學習嘅關係。嗰個其實真是接觸嘅話，其實真係要過夾一些，無論要過大量一些啦。但是廣東話人長少人嘅部分，從這個觀察到，伊哋這個長少人講客話，講客話人多嘛，同時伊哋認同這個嘅身份認同嘅部分，同我哋台灣來講嘅話，有乜個差別？伊哋目前我哋去交流嚇，我哋發現講伊哋咧搶人家，親友心。愛來去推動，但係一定有個條件啦。你講做乜一定要想去加強係咪客家嘅行業教學，甚至客家文化嘅傳承。一定你講也嘅係一個地講愛同教往嘅人同人教往嘅一樣信物啊，有冇？用比如講愛同做生意，唔做乜係同人做生意。因為人哋兩曬到客家人，樣嘅地人哋兩曬到客家人，因為唔曉講客家話，唔曉得唔好識辦嘅係咪好識辦嘅呢？嗰時一定會有相對求人開始，竟然有個真實，一定都聯合起來，如第個馬來西亞、印尼，甚至有幾個係大陸嘅客家家嘅強人哦，一定都攀嚟咧神發揚嘅發動。有邀請嚟去啦，去都認識一定，一定都講最主要都除咗來談互相交流、談學習客家文化以外，最重要一個發動地位嗬，要潛出有乜嘅生意好做。你講錢啊，即間人賺啊呢？咁從安尼情形嚟講，即個有講法講，咁種講我哋譬如講我哋嘅馬來西亞伊啲情形嚟講嘅話，從台灣安尼問題應用去解決。唔像我講嘅嗰現實嘅問題啦，嚇，你語言教育、語言學習嗰現實嘅問題，嗱，你問後生人，你高中嘅哦，你每一個唔肯學，唔愛學日本話，或者客話，或者韓國話，我相信客話排最尾嚇。做埋會講學日本話，學韓國話，如果我想學韓國話。因為我想看一點的電視啊，與電視相愛啊。學日本話，因為我想看一點的動漫啊。學客話，做乜學客話？我學嘅有冇做乜嘅？其實學嘅客話，有幾好嘅用處。因為唔學嘅客話有兩種語言都曉得嘅，日本話同韓國話，你幾容易學。但係從點樣講，我萬一我學嘅嘢啲客話喺台灣係可以做乜嘅？台灣主持人講嘅咩嚇？你講，係咪考試去也可以加分？問題是加分冇乜個，因為一出一到我都認為講考試加分好冇乜個作用。按講考國考、普考、考公務人員要加分，係冇到講增加名額，基本冇乜嘅冇一度啦。但係從我哋去提前交流，去馬來西亞提前交流，談多一點講，因為我曉講客話，變成我有生意好做，我有錢好賺。我係咩加分咯？我係咩做公務員？我也冇事要做公務員。但係我因為我曉客話，我都可以同同樣安尼族群嘅人做生意。做生意以後，我賺咗錢，我都有法度，甚至講變得一個薄嘅人，可能佢哋社會上又可以，有好額人安尼。
可以生活过好，后生人有啥做啊？因为讲也是最重要的，但是伊哋本来的国泰感触，如讲，伊哋的老人家吼，我去看后生人，伊哋会看成后生人，你讲我也有乜个生意可以帮助，我也有乜个可以教你，唔可以打，唔可以讲唔知格唔錯，唔可以講嘢嘅唔可以同。喺台灣，人看到都講，後生人有的可以想去做，但係也好，會變成個幾多對人哋老一批嘅吼，如果講嗰種人哋要挑戰到伊哋嘅傳統以後，伊都因為講，人私人哋去做一條事情，也係跟冇相同嘅嗰種，人去馬來西亞交流嘅時間，發現伊哋嘅後生人會出來。老一批嘅大段後生人衝下出來，睇人台灣都唔係，馬佢發通看吼，100個地方差唔多90人嘅老人家，從到1、2個可能土順嘅順沙帶來嘅。當然有啦，我相信已經有客家生人嘅客家後生人肯來參加發通，但係比例上來看，唔係講冇人免講花喺按多心按多錢。結果搶案嘅，嗰種客家文化同客家嘅法師嗬，可以傳承下去，唔單止係一代人嘅一個事情，而有一代如果接棒下去。基本上香港嘅高中嚟香港分享按到安精彩故事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觀眾朋友，咱客家傳承教育一天來靠大家來共下來打拼來實現，讓係咱客家嘅未來最好嘅發展。休息下，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傾下運通哦。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